国外拢用科技来辅助棒球选手的训练，即马咱江建院嘛开始结合民间的业者，开发出应用程式来训练咱国内的棒球选手。而到伫咧棒球的故乡台东县红叶国小有电视应用的成果，而且嘛重现迄当阵红叶消防队打败日本关西消防队的虚拟实景体验，希望会当推动棒球运动的发展。 红叶国小消防队球员伫打击区练球，透过手机录下的打击动作，手机来应用程式，随分析出球员控球的姿势角度，佮透过教练分析解说，让球员会当修正动作。好像重心才高一点。可以了解我自己能够打多远，然后上垒几率就很高。把那个土法炼钢的部分，去掉，让它更有效的向上提升，所以对台东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 这是江建院整合业者开发的应用程式，打击训练只要用手机，就会当帮助球员攻出好球。另外一套是用2点影像辨识镜头，加设伫投手无边分析投手投球的角度。这2套系统会放伫红叶国小提供台东县棒球队队员使用。收集的数据，江建院也会利用来开发更加好的系统，导致国内国际棒球队培养更加好的选手。一方面是教练在训练球员的时候，那个效率可以提升；另外一方面就是，其实上面的一些数据，其实可以让那个观赛的人，他可以看到说，哇，原来这个比赛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好看的轨迹啦或数字。有这种运动科技的一个推动来普及我们国民运动的这个风气。 江建院也利用历史研究加及时3D 图学运算，重现当年红叶消防打败日本关西消防的虚拟实景体验，挂 VR 的墨镜，摕摇杆控球，感受当年伫棒球上激动的情绪。江建院表示，这套系统也会放伫红叶国历练温泉区提供游客体验，带动全民支持棒球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